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前上礼拜嘅1304年内地报道，我们同重点表下睇通查过后嘅情形。一礼拜最后一日，一个单元呢，向下来回顾一个重大工程。1304做起来系江苏爱写的，体制破碎，用水过多，是由施工人员形容讲，1304路像系金马蹄水地度开出来嘅崩坑。施工期间，是得讲系拄到嘅台湾做工厂唔是拄到过嘅困难。前后15年有13名工作人员殉职。一个另外个工程师如唔知安样嚟开下去嘅1304，最里面还系睇台湾人嘅数项全线贯通嘅。工作团队当中有许多位行人。13年前，1304贯通家下，客家电视也有去做过专题报道，采访第八页客家英雄嘅故事。更加通查10年呢，向下来回顾佢当时嘅报道内容。建国13年9月16日，1304套全线贯通嘅，为人见证也历史嘅一刻。不过也以上反复，沙海发生几下失败，大大小小嘅改变，前后牺牲嘅是一名强盘嘅性命换来嘅。建筑1304套13年嘅總用軍，非常開業嘅水業，全部係以入入形成嘅血淚史。喺工地的13年2年呢，開始嚟講嘅通橋是那個練武樹林啦，馬家都冇。咁我經過13年，經過很多嘅磨體質，然後很多太水，然後很多同我做事嘅好朋友，因為這個太水連那個土石流，出來的是人生命。體質唔好，地下水用錢多，係1304套台水共同面對嘅地頭難題。唯一困難是也很多體質的困難啦，也因為體質很多太平洋板塊到菲律賓板塊地同帶啊，地同帶所亞非呢差不多有6個大斷層，8個隻不知名的小斷層啊，特別喺挖嘅時間，也就土石流會飆出來。你想啊，因為當個嘅土石流都挺難處理的，就空度嘅土石流很難處理啦。每個時間做出個團體，大家都失去了方向，像你咧流水、流石頭邊空中，根本地方全部暗茫茫嘅嗬。辦公地方都發生一隻最大一隻土石流，佢隻出現出下咯。嗰樣是我們有一個當好嘅朋友，共同奮鬥嘅戰友林子怡、林富里，你土石流跳台，來不及躲避佢下就民族被壓86年12月，駐杭東橋西航線水土轉開機重大改變，造價12元嘅機器，本大量嘅奶賣特，行卡喺1304套團水，潛感度遠遠嘅通。駐紅嘅西航線嘅 TBMB 賣特家嗬，因為加水差唔多人沒有就750公升啦嗬，所以水非常嘅大，用14買來嘅機器，一下都未賣得。因為真多空嘅，去所有嘅水落去當體，當體你將去買將了機器將衝出來，但是加條空嘅大到又會噴出來，像人土石流咁噴出來都幫佢冇法度嚟將貴邊計劃，這倒坑到主坑嘅對洞大概一條，新開一條買到機器頭前多進來，將嗰台機器搶出來。血淚交織，客家人唔服輸嘅精神，喺開業1304套艱困嘅環境地度完全發揮出來。